色黑色的眼睛，看那黑色黑色的頭髮，黃色皮膚細又滑，這是中國人習慣用筷子夾食物，以抱拳打招呼，和親友一起過節日，新年去拜年，清明去掃墓，端午爬龍船，中秋食月餅，哇！看那黑色黑色的眼睛，看那黑色黑色的頭髮，黃色皮膚細又滑，這是中國人